厕所啊，然后还有屋顶漏水的，还有改善。我们也编列了一些相关的经费，针对市场的硬体，包括了地坪、水沟、环境清洁，还有我们的公厕，未来我们都会做大力的一个改善。有很方便啊，那些老人才可以不用爬上爬下，拿去那边给有需要的人，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啊。所以这边摊商都还蛮支持。对，蛮支持的，因为东西有时候每个人都要新鲜的啊。如果今天卖不光，没有卖光的，就是拿去那边，人家还是会拿去。因为其实市场其实有很多多余的物资，那其实摊贩商如果说要让明天再卖的话，坦白讲已经消失那个新鲜度了。那如果可以将今天剩余堪用，然后卖相不好的留给我们社区的长辈，甚至独居弱势，那其实这个份爱会大家感受到市政府的温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菜市场是市民每日采购食材的地方，而卖相差或没卖完的食材该怎么办呢？台南市政府为了鼓励惜食的理念，陆续设置了16处爱心惜食平台，其中有15处就在公有零售市场。市场摊商可以将卖相不佳但还可以食用的食材放进冰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此外，市府也致力于改善市场的硬体设备，例如关庙市场近期增设货柜公厕，方便民众及摊商使用。市场处并邀集在地7年级学生共同彩绘外观，展现关庙市场的在地特色，让菜市场除了民生采买，也发挥更多凝聚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关庙是一个老的市场，所以说我们有些设施还不很完善，所以刚好用最节省的方式，用最快的速度建置了这个货柜屋洗手间。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谢谢这个市场处很快的就能够反映这个在市场购物的婆婆妈妈以及民众的需求，然后能够很快的速度把这个公厕给设立起来。那它的功能虽然是货柜屋，但是功能一应俱全，而且事实上清理是很容易的哈。建立起这个惜食平台，用这个冰箱储存的方式，欢迎大家可以自行取用。不管是要做公餐的社区，或者是家里有需要的年长者，都欢迎来取用这个惜食平台里面的一些食材。我们希望能够建置更多台惜食平台的这个冰箱。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社会上有爱心的人一起来做。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台南市执行80岁以上长辈住疫苗来到第3天，其中安平卫生所因为医生进驻是拜四，加上空间较大，所以下晡准备100多位长辈分时分流会住到6点。下晡2点前，集体陆续到长辈到现场。其中也有102岁临岁林李梅，听讲游泳游到94岁，相当难得。民政局副局长甲区长特别前往关心。我是台南市政府民政局副局长，我代表市长来甲你看，你来，对，今日局长都有会，无法度到，系啊。那我们大概安平区我们有6个诊所在同步来开打。那今天下午就是我们最大宗的，就在我们的卫生所这边，大概将近有100位的那个长者会过来。那你看，我们就事先做好了一个规划人员的分流然后还有我们那个让家属就有一个规划一个家属的休息区把它分流。然后我们的长辈都坐着，那就我们医师就直接长辈不动，医师来移动来帮他们做一个打针那如果像我们市长讲的，希望可以如果需要我们服务的部分，希望我们提供我们的富康巴士，或者是希望我们有哪些的服务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区公所都很愿意来帮大家做服务。很开心看到这个100岁人轮。对，那我们这个
100岁的这个阿嬷她在讲话也很铿锵有力，然后问她说会不会担心打针，她说她会怕呢。我跟她说不用担心啦，哎呀，对啊。在场所长辈经过医生评估，无过敏、无发烧、无注其他有风险问题以后，就一个施打。不过因为媒体开始传出有长辈注疫苗以后有一寡突发状况甲不良的反应，甚至熊过身的个案，敢会影响长辈施打意愿。对此家属虽然烦恼，不过也是认为利大于弊。当然是会担心啊！昨天看到那个有13个人哈，我当然是担心啊，但是担心也没办法啊，担心但是不能害怕啊，因为这个疫苗不是打一次就好啊，对不对？说不定3个月以后还要再打的啊，总不能都不打。反正还是利多于弊啦。对，对。目前看起来，虽然有发生那个注射疫苗不适的状况，但是现场看状况还有全市这样子看起来没有影响到这个施打的情形。因为劳动所长辈出来注疫苗，甚至也有2位零碎，所以公所相当担心，嘛做好防疫警戒，希望以上紧的速度完成任务。台南新闻顾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各级学校停课无停学，相对的实体毕业典礼嘛全部取消，改于线顶来举行。其中安南区青草国小为了让学生无同的体验，校方特别甲社区家长借来一台牛车，用假装一牛车的方式，将毕业证书甲奖品送到小朋友的厝内。今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台南市应该说全国都停学不停都停课不停学了那当然毕业典礼全国也是取消。那全国取消以后，其实小朋友很失落，因为之前他们要毕业的户外教育的旅行，也是要出发前一天，全国进入3级警戒而取消。现在实体的毕业典礼又取消之后，小朋友很失落。所以我跟老师还有我们学校的所有的同仁，就在集思想，要怎么样办一个让他们难忘的毕业典礼。当初会有这个发想，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希望让小朋友有一个难忘的童年回忆。那刚好我们学校的事务助理郑小姐，她也是我们在地的一个居民。那她在跟我们村庄里面去聊天的时候，就想说，那我们可以用我们学校在地这个特色，就是牛车来帮小朋友办一个不一样的毕业典礼。那也刚好我们的居民有一位陈先生，他刚好家里还有也有牛车，那他也很热心的马上就说好，那他愿意把牛车稍微整理一下，就把他带来我们学校，那我们稍微布置一下，那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个行动。青草国小今年总共有10位毕业生，在社区民众的协助下，用牛车来载毕业证书甲奖品栽培到家。因为校方事先的保密，并无甲学生讲，因此有一寡学生看到校长甲老师坐着牛车出现时，嘛感觉相当的欢喜。这些活动其实我都保密到家。那小朋友其实没有毕业典礼，其实他们都还蛮失望的。那我们想说，那就是用不一样的方式，让他们有一个惊喜的感觉。所以当小朋友远远从看到我们校长跟我们的牛车出现在转角处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很感动，而且发出很开心的一个欢呼声。那特别是有一位嘉山小朋友，他看到老师出现，因为他一直觉得可能我们大概不会再有机会在学校见面的，结果竟然发现老师跟校长都来到了家门口的路口，然后并且将他的毕业礼物送给他，开心到掉下眼泪。感觉老师很用心，然后心情很开心。10名毕业生每人至少会当到5项的奖品。看到校方的精心安排，让无法度参加实体毕业典礼的学生嘛，用来感受学校老师的祝福，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最近因为方面的关系，所以落雨的量有较侪。6月7号，伫台南龟林区嘛出现今年第一例日本脑炎的病例。台南市长郭信良特别要甲民众交代，虽然台南目前还未出现天狗这个本土病例，但是伫家中如果有积水的所在，也是有虫仔，一定要记得甲因清理好清气，
做伙来做好有防病媒网的相关设施。最近呢，雨天呢绵绵哈，那整个的区域里面都装满了雨水，那也是蚊子呢非常聚集繁殖的地方。那我们也除了防疫外，我们要注意登革热是否会再次的重现在台南市。那我希望台南市政府呢，除了防疫工作要做以外，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但是也要注意登革热是否会再来临台南市。我们要现在就要开始鼓励大家所有的民众将所有器具呢水倒掉，防止整个呢病媒蚊虫的滋生，让登革热在台南市不能够再有其他的疫情来发生。虽然台南已经做过各区里的天9日环境卫生消毒，但是因为最近连续几天都拢有落雨，搁拄到前一阵仔欠水严重，民众可能拢会有欠水来备用的状况。议长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甲水桶用挂甲盖起来。如果若有花开的话，就拢一定要定期甲清去。另外，议长表示，最近因为学校拢停课的关系，留伫学校的人数有限，市府应该协助学校相关的清洁搁有消毒来预防病媒网的生团。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关怀据点门口已经传去一个中岛长的爱心便当，等待长辈来领。虽然落雨，天气无稳定，不过气氛却是相当温馨。据了解，圣安社区关怀协会106年成立4级巷弄长照站以后，就开始推动共餐服务，让230位参与健康出诊的长辈买当做伙用餐，互相联谊。现在虽然拄着疫情，无多做伙活动食饭。不过据点改成到现场来替，同时嘛替行动无方便的长辈来送餐，持续服务，让长辈感觉足甘心。里长服务都很好啦，跟那个总干事都很好啦，大家都很关心里面的事，嘿，因为现在是疫情的关系啊，本来是在那边大家一起吃啊，好啊，现在疫情关系。都转回来这边走了。有时候是分开在下面啊，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都集中在这里，这里比较方便。不甘心了哈。哎，不甘心，不甘心。他台南市可以算是很优秀的里长。用健康促进完之后，然后共餐，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像一家人吃饭，非常的高兴。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那市政府社会局这里马督导这里有协助我们，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变通的办法。那当然就是需要我们的照顾员先打电话去请教他们有没有这样的需求，那确认有几位呢确实需要做这样的服务，所以我们就变通的办法就是我们还是一样有提供送餐，但是呢又请他们要有需求的，可能我们准备好，那每天中午大概11点左右。他们就要抽空来领个餐回去，那也解决他们那个吃饭的问题啦。我觉得这样子对我们来讲是尽一份心意啦。那长辈也可以有一些这个改善哈。我觉得我们很愿意这样子来做这样子的服务。我是觉得虽然我们里面的长辈很多，那我们的照护员啊，我们的志工大家都非常的热心，那大家一起帮忙，就像一家人一样。我觉得这是我非常感动的地方。面对这样用心的里长在社区推动长期照顾服务，社局嘛引进各种资源，全力协调第一线服务组织。目前就经费的部分嘛，那还有连接其他的一些社会资源，譬如说我们有连接其他的食物银行，然后让他们让他们来领一些物资，跟长者们一起分享这样子。嘿，那本身北区区公所有时候也会发送一些
新鲜的蔬菜，让这些据点有在供餐的据点来领，然后领回去可能也可以关怀长者，或者是说让他们煮餐这样子的部分。小局表示，台南市到6月11号为止，总共有378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其中173处有做供餐。不过疫情以后到6月9号维持现场提餐的，却只有32处。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目前台湾的疫情还佫伫咧严重的阶段，医护人员甲警消人员拢伫咧第一线保护着大家。台南市议员蔡小伟伫咧6月17号，甲台南的大圆柏佮有转和牛火锅餐厅做伙到台南市东区的东门消防分队来关进防疫的个人火锅套餐，来甲因表达感谢以外，嘛替因加油甲赞声。议员表示，第一线的防疫人员对疫情爆发到目前，每一个人拢用上大的努力来面对这摆疫情，希望所有的民众拢会当继续做好相关的防疫设施，互疫情会当较紧受到控制。今天很感谢我们透过大圆柏公司来媒合他们旗下的这个转和牛餐厅供应了餐点来提供给我们东门分队的消防同仁，那他们也很窝心的在这个餐盒上面都写上鼓励的加油打气的话语。那我想这个政府的资源有限，但是民间的这个力量是无穷的，那也期许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抗疫，那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另外，嘛要特别感谢这摆做伙关进物资的台南大圆柏佮有转和牛火锅餐厅，透过因的爱心，替社会增加真侪温暖。今天主要是给警消特别付出，我们其实谢谢他们，我们制作支持的动作跟感谢的动作，提供餐点。台南大圆柏的店长表示，远东百货公司长期有咧落实企业的责任。针对社会公益的方面，会继续透过无同的方式来支持。同时，嘛要特别感谢蔡小伟议员协助这摆的活动，帮助企业甲社会的媒合，会当替这的辛苦前线人员尽一份心力。今天是由我们台南大圆柏结合我们馆内肉多多餐厅来赠送这个东门消防队的一个便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支持我们前线的防疫人员希望我们前线防疫人员能够在大家支持之下，能够继续撑下去，让我们疫情赶快过去。消防分队第7大队的大队长透过这摆的活动，要特别感谢蔡小伟议员甲远东大圆柏的关键，同时嘛要提醒民众，疫情的期间，大家千万唔通放松，一定要遵守各项防疫的措施，做伙努力来度过这摆的难关。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原本寒暑假期间就是会考上欠的时阵，今年受到 COVID-19 疫情的冲击，关怀大众学生佮一直停课延长到后热，加上民众佮唔敢拍照，等于是提早欠会。根据台南关怀中心表示，一直到6月18号上午9点的统计，各种会型的平均库存量剩5.2公，算是偏低。所以每3个月拢会固定关254cc 的市场五位条。上午来到延和关怀站带头来关，呼吁市民借助医疗救护尽一份心力。因为疫情的关系，学校都提早停课了，所以学生都回家了。那回家之后，平常暑假、寒假就是比较缺雪的时候，今年等于雪荒提早来到。那但是很多你可以看到台南市那个重大车祸还是有。所以重大的手术，包括生病的，包括意外的，重大的手术还在进行中。所以说，我们用水量并没有减少下来。所以说，我们觉得这部分这样不行。你要说捐血一袋救人一命，大家记得那个上次的太鲁阁号的车祸的时候，就那个时候一大堆人跑去捐血，血捐到捐血中心的血都太多了，到时候可能必须丢弃，所以说这个时候才是真的需要大家挽起袖子捐出热血的时候。我觉得这部分我们应该做的。台南关怀中心目前伫嘉南地区设有延和、小东、河尾、甲中山等7个固定的关怀点，有流动式关怀车。同时，所有关怀场拢做好消毒，并实施实联制甲人员的管控等各项防疫，请民众配合安心关怀。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
传统市场属于开放性空间，现在为了要落实防疫，是维持单一出入口，入去进前也需要爱心持联制以及喷酒精。伫排队采购的时阵，也要保持社交距离。除了这个防疫作为，更有不少民众一届拢是买多济量，就是要减少出入菜市的机会。最近的话，因为感觉疫情的缘故，所以可能1周还是减少到1次，就尽少最好1次就把它买完，要不然太常来的话，觉得还是会有风险。现在因为疫情期间，民众减少来的次数，但是采购的数量有增加，就是为了疫情的关系，让一次购足是我们希望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除了家己到菜市买菜以外，另外一种就是写人外送。离台南小短腿外送平台，也因为这波疫情，订单嘛增加袂少。对着货量较大的订单，也会甲客人车业者合作进行配送。民众现在会当透过打电话，或者是伫网络顶落单，免出门就会当完成采购。现在大家都防疫，然后现在都用叫了外送比较多。保护自己。为了卖互菜市仔成为防疫破口，市府是做了袂少的规划，希望民众会当多多配合，增加一寡体量，家己嘛要减少出入公共空间的几率，望伫大家遵守之下，共同来度过这波疫情。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阿伯就几个礼拜，因为无喙齿，食袂落饭，体重快速下降，造成头晕目暗、走路无力等一连串恶性循环，互伊不得不求助高龄医学科。经过医生简单用枕头箍起来量小腿、测量手压的溃力，来评估可能的筋膜检测风险。嘛，委由个案管理师实地用上新的3合1检测仪器来进行详细评估。好，开始，对，用力压哦，最大的力气压，对，最大的力气。好，开始走路，对，走到底再走回来，哎，再转身回来。OK， 好。毕竟筋脉功能下降，表现出来就是衰弱无元气，走路速度愈来愈慢。经过国家卫生研究院所做的统计，筋膜量就是引发失灵甚至死亡风险的重要关键。肌少症呢，为什么在老年族群这么的重要哈？因为其实年纪大，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慢性的共病，那加上退化性关节，好，如果说肌肉流失又没有特别去注意的话，很容易就是走路就不稳，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会容易跌倒。那加上年纪大呢，又有骨质疏松的问题，那跌倒就很容易发生骨折，那也会造成家人的一些照顾上的一些负担。好，但是肌少症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好，所以我们就是更要提早去发现，那提早去注意。当然，人若老，上惊关节退化，加上筋膜减少、骨松作怪，拢是骨质的高风险。所以如何预防无撇步，得对训练脚腿力等适当的运动开始，加上营养的补充，把筋膜接回来。好，没有轮子的椅子，固定式的，有靠背式的。好，但是我们背不要贴背哦，好，要坐直，好，肚子要收紧。好，那我们一次就抬一脚，抬一只脚，好，这样子。然后呢，脚尖要往内凹。好，来，贝贝，你试试看。对，好，然后肚子要收紧，好，大腿要有紧度。好，那就数到10。好，我们撑个10秒钟，再放下来。好，可以放下来。好，然后再换另外一只脚。对，撑直。脚腿若是有力，得当保护咱的脚头骨关节，嘛较袂绊倒，一步一步慢慢做，唔通着急，共同来对抗可能的危机。台南新闻阮及何乔邦专题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